这过年还未到，屏东潮州呢就已经热得滚滚啦。这两天啊是真侪民众去排队要来抢这潮州过年市集的摊位。顶礼拜这黄金地段的地区就已经抢了啊。民众排队摕报名表先登记，了后到边仔区纳钱，才算完成抽签的资格。屏东潮州上有名的过年市集，今年同款吸引足侪人排队登记。顶礼拜六第一区已经创下标金的纪录，对20到22是一般区的部分，拢总363个位，嘛是袂少店头来登记抢单位，预估人数有机会突破2000人。生意敢若袂歹安尼？是来生几啊年啊，人是介济，卖衫卖凉的拢有啊，介济啊，我本身是咧卖油饭啦。春节来讲啊，5000块一天一千真的是很便宜，它真的是随便，只要认真做都赚得回来。是因为人潮是真的很可观，真的很可观。参加登记的店头拢讲，因为踅潮州过年市仔的人真正足侪，营业经验会等于趁几啊天。陈公所表示，去年3天总共有1612个人登记，20头天就已经1182位啊。预估今仔日就有机会突破2000人，嘛是创下纪录。会有遮尔侪人登记，表示潮州过年市仔的生意确实袂歹。毋是潮州区的，外籍的已经将近要1000人啊，会收据。啊，潮州本籍的超500。所以目前甲看起来，应该是今仔日就会破2000个人。明仔载还有第3天的登记，就是咱的疫情了上届热的一年啦，上届热的一年，包括阮的地区阮的竞标的，阮就用开标的嘛创下5个新高纪录今年潮州过年市仔会对29暝排到正月初5透早，连续营业120点钟。清水南路、华兴路到时拢会改做步道。潮州镇公所讲，今年排档的费用有做调整，5天的租金对4500起到5000块，欢迎民众到时来做伙斗热闹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